Hello，各位夜景二維碼觀眾，你哋好啊！我係邦奴。今期啦，禮拜三嘅谷草夜賽啦，我哋都會繼續啦拍片同大家講下心水嘅。因為咧原來導演睇翻幕後啲數據就發現啦，原來我哋咁樣拍片嘅時候咧，其實啲觀眾啊或者嗰個即係 view 數咧都唔錯㗎噃。咁所以咧由而家至到季尾啦，我哋都會咧就多啲咧咁樣拍片形式同大家講心水。當然啦，如果大家夾啱時間啦，我哋都會咧繼續咧出街咧，同大家咧喺街外咧就做直播嘅。咁兩個形式咧都會咧一齊進行嘅。喺講今期嘅星期三心水之前啦，都容許我咧就重溫翻啦，啱啱禮拜六啦，我哋各位主持嘅提供嘅心水咧，其實咧成績咧都相當之唔錯啊。咁我哋提供5匹馬咧，有3匹咧都贏咗嘅喎。包括啦馬可斯嘅驕陽明區啦。阿柳柳嘅精英紅心啦，仲有好緊要嘅尾場啊，張飛提供咗隻咧10幾倍 win 嘅飛輪步啊！如果咧將呢3匹馬啦乘埋啦買呢個獨贏過關嘅話咧，都真係幾和味嘅。比較可惜啲啦，我自己提供嘅致敬歡呼咧就稍為失望啲啦。喺直路挪威度咧有少少嘅即係甩咳啦，唔算話衝得太順咁翻到嚟咧即係能夠跑咗個梗頸4。有啲可惜啦，因為其實我哋今季咧一路以嚟咧個成績咧都幾唔錯㗎。曾經試過啦，一日提供5匹馬咧贏咗4隻㗎，4 win 嘅。啱啱禮拜六咧都爭啲啦，可以平到呢個紀錄㗎啦。希望啦喺季尾前啦，我哋可以咧就再平，甚至咧可以破紀錄，一日5 win 啊！講下啦，嚟緊禮拜三嘅心水啦，我就揀咗咧第4場啦，6號呢隻啦農民邊影嘅。佢嚟咗香港服役之後咧，就跑咗4次啦，全部都喺沙田度跑嘅。前一鋪咧跑呢個田草1000追咗個第2名啊！如果大家翻睇翻下嗰場嘅賽事片咧，都會發覺咧，呢場馬咧，其餘嘅4甲馬咧，其實轉彎啊或者直路咧，都係走住咧埋邊1、2碟啦，比較有利啲嘅跑線嘅。咁而農民邊影咧，其實咧就因為排咗個7檔咧，其實咧喺早段咧已經咧俾啲馬頂咗喺2、3碟之間㗎啦。而轉彎嘅時候咧，更加就飛出去咧，就成4碟咁樣入嚟啦。其實嗰個蝕嘅位程度咧，都比其他嘅4甲馬咧係多好多嘅。但係佢都咧喺直路啦，都能夠咧就衝翻個第2名啦，只係輸俾咧嗰隻火焰閃爍嘅啫。其實個表現咧已經係相當之唔錯㗎啦。唔好忘記啦，呢匹只係3歲馬啦，仲係好後生，好有嘅進步嘅空間啦。所以啦，跑咗幾場之後咧，今次咧突然咧轉過嚟跑谷草，兼且咧你要望翻咧，佢連谷閘咧都未試過嘅。當然大家都會有個疑問啦，就係咁究竟今次轉場咁得唔得㗎？適唔適應到谷草嗰個即係上山落坡急彎嘅咧？呢一點啦，我相信大家咧都可以放心嘅。原因係啦，你望下呢匹啦，農民邊影嗰個血統啦，原來佢喺香港咧係有匹咧全兄弟咧已經喺香港服役啦，兼且咧係谷草成績非常之好啊，就係咧超超比啊！超超比啦喺香港啦跑谷草都贏過6 win 㗎，當中4場咧就係跑呢個谷草嘅1哩㗎啦。而且啦，超超比咧都係咧沈集成訓練㗎。所以啦，成哥一定啦好了解啦呢匹農民邊影啊，谷草嘅性能咧絕對咧就冇問題嘅。喺田草試咗幾場之後啦，今次突然啦打黃牌轉翻過嚟跑谷草1哩啦。相信咧阿成哥都唔會打冇把握嘅仗噶啦，應該都會睇準咗啦，今次咧可以起牌噶啦。雖然抽咗個8檔唔算話特別好啦，不過咧喺近期嘅谷草都發現啦，雖然成日都話內碟前置優勢好啦，但係咧其實跑到中後段場次啦，外面冚嘅咧絕對咧都唔係太差噶。因為埋入邊咧，始終咧踩得比較多之下咧，其實個場地咧有時都未必咧太過着數嘅。反而咧喺中檔去衝咧，可能咧個反應啊效果咧更加好添。希望啦，去到星期三呢個第4場啦，去到咧跑道嘅中間呢個場地咧，都係一個咧有利嘅跑線啦，可以幫到一匹農民邊影啦。預計咧佢都唔會話特別熱嘅啫，因為始終咧谷草啦，大家都要估啦。但係我對阿成哥今次嘅部署咧好有信心嘅，呢匹超超比嘅全細佬啊，應該咧都可以咧喺呢一場度咧就威翻次嘅。所以啦，今期我提供啦就係第4場落呢匹農民邊影嘅。好啦，今期咧我就講到呢度先啦，交俾下一位主持咯喎。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夜景二維碼嘅拍片嘅時間啦。
咁咧，今個禮拜咧，我好老實同大家講咧，就會用一個拍片嘅形式咧，就介紹翻咧呢期賽事嘅心水啊。咁咧聽晚點解拍唔到片嘅原因就係咧，因為咧拍檔們咧都有啲事務要處理啦，再加埋我把聲咧就沙沙地啦，就唔想影響到大家睇呢個 live 嘅質素咧，所以就拍片咧去進行翻啦。咁星期六咧就當晚就有葉森打比咧舉行啦，咁所以到時咧好不厭其煩咁同大家講，都係錄片咧去介紹翻咧星期日嘅心水啦。咁事不宜遲啦，就唔講太多啦。咁我自己就介紹咗我今次嘅心水先啦，就係揀咗第7場啦，5號嘅一支箭啊。咁你其實睇翻，其實上場跑2200米嘅時候咧，就輸俾銀進4個馬位啦。咁然之後咧就學員就安排咗佢咧就上從化度操練啦。哇！你見到個操練表咧，真係好多嗰啲咩登山跑道啊，又乜乜物嗰啲，總之係同呢一隻馬辣操辣到佢個狀態非常到位為止嘅。咁跟住之後咧就揾咗黃寶嚟就試咗個1200米嘅草閘啦。咁你睇下隻馬其實佢表現咧就好似好懶同埋少少曳嘅。咁差唔多去到終點嘅時候咧，先追翻些少啦。咁其實咧，我就當呢一次嘅試閘嚟當係熱下身咯。咁最後就揾翻阿潘明輝咧，都幫佢快操翻一課，起碼俾人感覺係有翻些少信心先啦。咁其實你一支箭咧就冇跑2個月啦，理論上咧係都會賺到啲體力啦。咁今次跑翻1800啦。咁其實佢季內咧一支箭都贏過一次馬㗎啦，所以無論路程上面嘅經驗咧就絕對係有嘅。咁你今次排翻個9檔咧，我自己就搏佢好分些少啦，因為有時 A 欄就係咧都比較公平啊，即係無論跟前又好或者留後又好咧，都冇乜太大問題，就唔算話有太大嘅偏差喺度嘅。同埋我自己今次預計咧，1號嘅廣能福將同埋12號嘅寶城之星咧會放頭啦。咁我自己期望咧一支箭咧可以能夠守喺咧廣能福將同埋寶城之星後邊少少咧，就會較為合適少少嘅。咁咧你今次如果你跟翻前些少走嘅話咧，咁至少俾人覺得你隻馬又唔會又姍姍來遲啊，追翻個第2啊或者第3啦。所以我自己覺得咧，你今次只要守翻前列少少嘅位置，我相信一支箭咧就可以贏翻一次咧頭馬噶啦。所以咧，我今次咧就揀翻7場5號嘅一支箭嘅，咁都係例牌講句啦。咁100蚊 win 100分 pay 啦。咁如果大家咧都中意一支箭嘅話咧，都可以去買下去支持下嘅。咁咧今集咧我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啦。咁下次我把聲應該就會好翻些少啦，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大家好，我係柳仔啦，咁啊，今日我嘅個樣貌啦、精神狀態其實都唔係咁好嘅，咁啊特別個樣啦，即係大家都見到我紅眼症咁樣啦，所以又唔好望實個 mon 啦，即係一陣變咗石頭啊，唔係咁好啦，咁啊就係有啲紅啦，咁啊另外膊頭又整到啦，好似緊咗咁樣個人咁樣成，咁啊不過都 OK 嘅，咁啊所以今次拍片啦，咁啊我諗我應該係最後交片嗰個，因為我啱啱先醒嘅要拍片。咁啊睇翻上次啦，咁啊上次揀精英雄心啦，咁啊都叫希威森交到功課啦。即係你話一轉彎入直路嗰陣時，嗰個位猶豫左定右好，我都唔知佢想點。咁隻馬係叻嘅就係叻嘅。咁啊呢隻馬嚟緊，我諗都應該冇乜賽程啦。睇下佢嚟緊跑草地，其實佢跑草地係爭啲嘅，唔係未試過。即係唔係話未試過輸好遠啊，或者佢其實喺嗰度嘅，不過係輸俾隻比較弱少少嘅光榮傳承啦咁樣。咁其實咧嗰一日咧如果大家有睇到嘅話咧，其實我有講君子傳承同加州勇勝啦。咁其實我特別想講下隻君子傳承咧，其實我係爭輸咗嘅。點解會係爭輸咗咧？因為張飛揀飛輪堡。咁我咧就話其實我想揀君子傳承。咁啊不過我又唔想話好似之前係咩又話。揀要穿條 Q 啊，成嗰啲咁樣，咁啊，所以話，你揀飛輪堡啦，咁佢又好禮讓咁啊，揀君子傳承啦。嗱，有陣時咧禮讓咧就禮讓嘅好，係啦，咁啊，
我唔上面咧有陣時都好嘅，因為阿張飛咧咁嘅飛輪步啊贏咗啦，咁啊我隻軍之傳承啊跑第2啦，咁其實條 Q 都幾好分啦，即係800幾蚊咁樣成，即係其實依家揾到啲800幾蚊嘅 Q，其實我都已經覺得好犀利㗎啦，唔係80幾蚊嘅 Q，咁啊寄望下今次睇下會唔會咩咧，因為我覺得今次嘅賽事咧好亂，但係亂得嚟係冇重心。冇重心得嚟係，即係可以熱門隨時一動都冇。你話要好夾硬揾隻冷門，我覺得未必揾到嘅場合咯。即係就算啲9場都係，我諗其實可能嚟緊嘅賽事都係咁樣嘅。一踏入季尾咧，真係好難搞。咁啊，睇下會唔會可以今次喺好亂嘅環境底下就揀到一隻比較即係有少少分頭又唔會好熱門嘅馬啦。咁我今次咧就揀嚟呢個第9場。咁啊，第9場咧就2班1,200啦。咁啊，原本咧我係有諗過揀輝煌精英嘅，不過佢又好不幸地退出咗啦。咁啊，一對前腳基建啦。咁啊，我真係唔知隻馬係咪可以攞玩完嚟形容，因為始終傷過基建嘅馬咧，你話要跑得翻十足咧，好似之前咁樣，真係好難。咁當然凡事有例外啦。咁啊，都希望隻輝煌精英可以快啲好翻啦，咁樣請。咁啊，因為呢場馬，我覺得佢原本即係有可以賺到少少嘢咁樣啦。咁啊，所以我其實我覺得呢一場馬係幾好玩嘅。咁我就揀咗隻1號嘅神希麗人啦。即係其實我對於呢隻馬咧，你話我係咪一路好中意佢？即係當初4班3班到依家2班，係咪覺得佢一路可以扶搖直上咧？我絕對冇咁樣諗過。但係呢隻馬咧係真係一次比一次進步嘅。今季啦，即係贏得嘅都係跑馬地1,200啊，4班贏4個幾馬位，之後上到3班又巴米高啊12檔都贏埋，再俾潘頓又贏，咁啊俾艾少禮又贏喎，咁啊到上次啦，咁啊前一次2班奧爾文啦，咁你輸俾美麗緣分，即係如果美麗緣分唔係一隻有健康問題又唔知點樣嘅話，咁其實呢隻馬一早都已經好超㗎啦，咁啊到上一次啦，阿潘頓。我覺得佢個第4其實你唔怪得佢，因為始終一隻跑1,200嘅馬咧，你要佢咁速啦，或者要倉促咁樣跑1000咧，其實係好難嘅。咁其實佢翻嚟跑第4，我覺得一啲都唔差。即係你話雖然話哇，你狀元及第都過唔到喎咁樣成，咁其實狀元及第係一隻谷草1000好好嘅馬嚟嘅，即係難船都有3根釘啦咁樣。咁我覺得你過去唔到都唔出奇嘅。好啦，今次啦翻嚟呢個跑馬地。1,200啦，咁啊換咗人，換咗潘明輝，咁啊呢即係佢唞咗呢1個月裡面啦，個零月啦，咁其實佢都有做課習啊，又成，咁嗰課習其實我覺得幾好睇嘅，即係話我純粹跟一跟前咁樣，俾2步鬆下隻馬咁樣走一走咁樣，望唔差嘅，咁見到有反應啦，咁咪收咯，咁啊其實前面嗰隻都係。幸運星球嘅，咁我覺得幸運星球咧，即係上手馬房真係垃圾就係垃圾嚟嘅。即係當然啦，我唔係話特別呢一手馬房特別好啦。咁其實大家都見到即係立白村呢啲擺到明就係一隻好勁嘅馬嚟㗎啦，又係唔知上手練乜嘢嘅。咁幸運星球其實都係一隻好好嘅馬嚟，又係唔知上手練乜嘢嘅。咁無謂傑犀利啦咁樣。咁我講翻起神希麗人啦，咁啊，我覺得即係佢係好部署跑呢場㗎。始終你一去到季尾，你話谷草1,200。2班嘅有幾多啫？係咪先？即係你能夠跑得到嘅，已經要去盡㗎啦。咁啊，呢一樣嘢絕對鬥志上面冇懷疑啦。咁啊，今次一檔，你話睇翻同場對手係有啲惡嘅，即係咩馬力啊呢啲。咁其實但係馬力咧係一直跑開1000嘅嘛。咁你升班上1,200個 momentum 唔同嘅時候，佢係咪可以1,200即刻食咧？即係當然唔懷疑佢個。真情200嘅威力，但係我又覺得，預期我要搏一隻初跑1,200嘅馬，不如我搏一隻贏開1,200嘅馬，同時又有啲根據嘅馬咯。咁啊，最大對手馬嚟其中一隻啦。當然，我覺得顏色之王都係嘅，但係顏色之王同馬嚟一樣啦。嚟香港跑4場，1場沙田，3場跑馬地，其實都係1000。咁其實呢啲跟前走嘅馬。3歲其實唔係用得特別多嘅，呢啲馬如果進步起上嚟嘅話咧，分分鐘下季1班見都得嘅，所以我覺得呢一隻係主要嘅第一隻對手啦。另外第二隻就係得道猴王，因為得道猴王咧其實都係跑馬地
千二起家啦。咁啊又係上手唔知練咩啦，黎超星我真係又係唔知佢搞乜嘢啦。咁啊轉咗去告東尼度，今季都叫交到3 win 啦。不過有樣嘢好搞笑嘅，呢隻嘢贏完之後咧，下一劑都冇㗎啦。咁啊然之後到下一劑冇完之後，再唔知幾時出咧，佢又有㗎咯喎。咁啊你估佢唔到，你估我唔到咁樣。咁啊上次沙田1200抹咗佢啦，咁啊今次翻嚟呢個跑馬地啦1200啦，咁啊俾翻鍾易禮呢啲馬，睇下聽日告東尼有冇咯。咁啊呢一隻我覺得係一定要拖嘅馬嚟嘅。咁啊，今次最中意嘅就係9場1號神希麗人啦。咁啊，另外咧想講少少呢個練馬師王。咁其實我覺得聽日咧五棚字嗰啲馬咧，你話佢係咪隻一定得咧？我就唔係咁樣諗嘅，但係佢係有啲邊線機會啊，有啲邊線機會啊。即係你話譬如頭場同寶寶其實擺潘頓，係2200縮埋一段衝就永遠最好啊！唔知成日玩埋啲咩中段變奏啊，又呢樣。暴風雷咧就一定係一隻長途馬嚟嘅。咁另外飛越星空啊呢啲，即係其實佢有少少質素嘅。不過我入咗路去第一次跑谷草咧，彎都唔識轉啦。咁啊，嘉應學彩唞過啦，包裝創新呢啲馬其實佢贏完之後，你唔排除佢可以再贏，因為其實呢一隻係一隻幾好嘅馬。咁奮鬥心輕磅啦，另外就係神希麗人啦。咁我揀嘅，咁我都對佢有啲信心嘅時候，我先揀佢嘅啫。所以其實我覺得五棚子聽日個練馬師王咧，佢都係買得過嘅。咁啊，今次嘅重點提供就係9場1號啦，神希麗人。咁啊，另外以我所知咧，星期六咧我哋都係冇直播嘅，都係拍片嘅，因為呢個英國葉森打比撚南非嗰啲垃圾賽事啦，唔係一場垃圾賽事啦，有3場級制賽嚟嘅，我唔知點解4班洋賽都要播啦，係咯，咁啊應該會到時拍片㗎啦，咁啊到時大家應該見到我個精神面貌應該 OK 翻啲㗎啦，係啦，因為今日有啲差，係啦。咁就聽日大家贏多啲，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歡迎收睇夜景二維碼㗎。今集嘅節目咧，我哋咧都係繼續錄播㗎。咁啊原因咁當然啦，有私人問題啦。咁啊因為有兄弟要工作啦，咁啊另外就要出席嗰啲好重要嘅場合啦。咁啊仲有亦都有兄弟咧有傷患。咁遲啲傷患報告咧就會再同大家咧就講翻啊，佢究竟有咩傷患報告。咁啊當然咧要等。就唔係獸醫啊，等個西醫咁啊即係檢查過、診斷過，咁啊先至咧再同大家公佈啊。咁我哋啲傷患記錄咧都好開放同埋透明嘅啊，放心。咁啊今次咧咁啊跑馬地馬場啦，咁啊跑9場嘅夜賽啦啊。咁啊其實數下手指咧，今季咧跑馬地嘅比賽咧嘅成日就數以無幾嘅。就今次咧係6月4號啦，6月4號咁就係倒數。季內第5次嘅，就因為季內倒數第5次啦。咁即係換句話講，真係今季嘅谷草賽事咧，一隻手指咧就即係一隻手啊，就已經數得晒㗎啦。咁啊，今次係9場夜賽啦，咁我咧就揀嚟呢個第5場啊，第5場嘅木球會錦標啊，亦都係全晚嘅杯賽場合啦。嚇，木球會有木球會咁多嘅，喂，唔係早前先跑過嘅咩？哇，咁係啊嗱，因為咧歷史嘅緣故啦，咁啊即係喺上世紀甚至乎再對上一個世紀啦，咁啊外國人嚟到香港之後咧，亦都將佢哋嘅娛樂運動啦帶嚟香港，咁啊令到香港咧霎時間咧就多咗好多嘅體育會嘅，即係多咗好多體育會所。其實喂，足球一早已經係啦，係咪啊？即係香港足球會啊咁樣。咁木球會有咩咁出奇咧？不過木球會咧，以木球會嚟命名嘅比賽，可能係真係比較多喎。即係馬會所有杯賽入面，可能真係最多啫木球會。其實就咁數都3個啦。有幾你話木球會啦？嗱，即係大家搭水巴搭1、2咧嘅時候咧，會望到去馬場隔離。咁另外仲有呢個。九龍木球會啦，咁你搭水巴嘅時候咧，即係由呢個佐敦啊，即係由呢個伊利沙伯咁一路行嘅時候咧，你喺上面望下又可能會望得到。咁另外咧就仲有咧就係今次嘅呢個木球會錦標啦。呢個木球會錦標就冇話有咩特別冠名嘅，幾你話木球會啦，九龍啊專係特別指明九龍嘅，就呢2個木球會錦標啦。但係今次呢個就淨係得5個字嘅啫，木球會錦標。咁呢個木球會錦標講緊嘅就係香港木球會。其實咧反而咧，即係啱啱都講啦，嗱啱講嘅幾利河木球會啦，同埋九龍木球會，大家可能咧好輕易見到喺鬧市入面嘅。但係木球會即係呢度講緊嘅香港木球會，究竟喺邊度咧？大家知唔知？俾5秒鐘時間大家，1、2、3、4、5，唔知。
或者知 OK 嗱，呢個香港木球會咧，其實咧佢就係喺呢個依家嘅現址啊，現址就喺呢個黃泥涌峽道嘅頂，喺陽明山莊下面，跟住另外喺嗰個油站咧隔離嘅啫。呢度專指嘅咧就係香港木球會啊。咁啊，其實咧想講香港木球會錦標咧，其實咧即係都要講下佢嘅來歷。比較得意啲嘅，咁所以咧就揀嚟呢場啦，又同大家分享。嗱，其實咧今次呢個木球會錦標咧係源自一項香港歷史最悠久嘅比賽之一，就係呢個山谷錦標賽。但係當然啦，山谷錦標賽你話今時今日就冇咗一個即係特別嘅名叫山谷錦標賽呢場比賽。咁但係咧，其實木球會錦標咧，即係都同山谷錦標賽息息相關。因為咧呢項山谷錦標賽咧，佢即係按記錄啊，睇記錄顯示最早係即係喺1847年2月舉行嗰場叫做咧山谷錦標賽。1847年喎，即係香港開埠冇耐嘅啫喎，同埋嗰陣時香港賽馬會係肯定未成立㗎啊！咁啊，當時咧就係有一批咧叫 Tattoy 嘅小馬，但係當時嘅香港佢哋嘅賽馬唔係依家嗰啲純血馬嚟嘅，唔係居高頭大馬，好多時都係佢哋會用一啲小馬，一啲pony 啊，甚至乎咧喺中國大陸運嚟嘅一啲中國嘅本土馬嚟到比賽嘅啫。咁咧當時咧山谷錦標賽贏咗嘅馬嘅得主咧，就可以攞到一個銀碟，即係一隻銀碟。嗱，嗰個銀碟咧又唔係圓形嘅，又唔係圓形我哋平時見到嗰啲圓形嗰啲碟，亦都唔係嗰啲橢圓形嗰啲蒸魚嗰啲碟，而係佢四方方嘅，四方方係鏤空咁樣嘅，即係有啲雕花咁樣一個盤。咁啊，由於已經有百幾年歷史㗎啦，就唔好諗住嗰個銀盤即係會係哇光潔如新啊，好靚立立。咁啊當然唔會㗎啦，咁啊當然啦，即係佢有少少仲係有少少即係唔平整嘅，可以見到即係佢而家今時今日流傳嘅啲銀盤仲有少少唔平整，就咁先靚啊，咁先歷史感啊嘛。咁咧呢個碟咧曾經咧一度咧就喺馬圈入面唔見咗，死啦！即係可能因為種種原因啦，係嘛？即係又可能係戰爭啊，又或者係其他原因唔見咗。咁啊其後咧要到1973年啊，即係上個世紀咧，大約係超52年前，咁香港木球會咧就喺外地發現翻呢一個盤，哇！山谷錦標賽，跟住呢個盤，跟住咧就將佢拎翻嚟香港，跟住就係送俾香港賽馬會。其後咧喺4年之後咧，香港木球會賽馬團體咧就1977年成立，話都成50年㗎啦。咁佢哋咧就向當時嘅香港賽馬會建議，喂，不如俾我哋搞一場木球會錦標啦咁樣。咁跟住咧馬會就好啊，咁於是乎咧就既然嗰個碟係你揾翻嚟嘅，不如就攞呢個碟我嚟做獎杯，我嚟做頒獎啦，好唔好咁樣？咁於是乎咧就very good。嗱，事實上咧其實亦都係有啲好巧合嘅地方。嗱，呢個碟原本就叫係俾山谷錦標賽用，而依家嘅香港木球會就正喺呢個跑馬地嘅山谷上面。咁其實真係恰如其分啦，係咪？有陣時緣分就係咁啦啊。咁於是乎咧就一路咧就舉辦到依家啦啊！好啦，咁啊講開咁啊山谷錦標賽啦，咁啊今次咧就係安排第5場嘅，我就揀咧要去天外迎天，咁啊就係潘頓嘅坐騎啦。嗱，其實咧你話呢場比賽潘頓有冇馬揀咧？嗱，係人都知啊，咁啊呢隻馬上場就係由潘頓勝出嘅。你話潘頓今場係咪冇馬揀？唔係啊！你數咗手指，其實都有幾隻㗎。天外迎天咁啊，當然佢上場贏完啦，可以繼續騎啦。咁啊，另外咧就係其他唔使講，天下寵兒之前就係由潘頓贏嘅。嗱，最近3場都由潘頓騎。咁啊，但係咧128磅喎，潘頓都騎得到㗎，係咪啊？但係咧由潘頓咧都唔揀佢啦。咁啊，結果都係揀咗天外迎天。咁啊，事實上咧，咁就希斯咧，亦都係不敢怠慢啦。希斯係咪啊？希斯都要爭冠軍。嗱，依家咧希斯同埋蔡約翰咧相距就話多又唔多，你話有冇追加有啦？嗱，蔡約翰咧今次出馬都多，其實兩個蔡約翰同埋希斯咧，佢望落去好似即係大家都係差唔多啊，都係不相伯仲。但係當然咧，如果睇牌面就可能係希斯好少少，因為至少有呢一隻天外迎天先啊。咁啊，天外迎天今次打埋黃牌㗎啦。嗱，天外迎天呢隻馬就啱啱都講過啦。咁啊，其實佢之前咧就喺田草流連嘅，
咁啊，結果由52分一路跑到都唔係好得啊，近過喺田草千二咁啊，跑過第二，但係其實嗰啲第二嘅威脅力又唔係好大，而且咧佢唔知點解喺田草咧往往會留得比較後嘅。咁啊當然啦，可能嗰陣時咧都仲未完全成熟，但係問題就係其實佢喺田草未完全成熟嘅情況底下咧，佢都可以咧大後上跑得近咧，即係證明呢啲馬咧一旦成熟嘅時候咧，即係應該會可以繼續扶搖直上。嗱咁啊結果咧搞下啦，加埋眼罩咁樣，喂前期都好似唔係好掂喎，咁結果點算咧？咁啊結果咧最近2場咧就俾佢走去跑谷草嘅。嗱前仗咧就喺谷草初跑谷草1200啦，咁啊終點線上就淨係輸少少跑第2嘅啫。嗱去到上場咧就再戰呢個谷草1200排一個9檔，出閘之後都要耗力跟前嘅，咁啊走咗一個第2位，2列第2位，但係直路一望空就係輕勝對手。嗱當時個贏馬49分，咁啊賽後咧就加咗7分。嗱，其實依家都只不過係咩啫嘛，都依家只不過56分啫，即係比佢插班時候多4分。但係你睇到上場嗰個跑法嗰個走勢咧，估計佢谷草跑2場已經一冠啊，未甩過前2名噶啦。而睇到上場嘅走勢贏得咁輕易咧，上場都要耗力個排一個9檔，佢要耗力排，佢走上第2位。咁你今次雖然加咗分，咁啊副榜咧亦都相應增加。咁但係至少都未至於係孭個大頂榜啦，係咪啊？即係至少未至於孭135磅。另外就係隻馬今次排一個2檔起步咧，出閘之後咧個取位應該會比之前咧係更加輕鬆。嗱當然啦，佢贏完之後會唔會心紅紅真係放啊咁樣咧？真係應該就唔會嘅。出閘之後只要留守好位2、3位，就會比上場更加慳力。直路而出去望空嘅時候咧，就只會更加得心應手。咁所以咧，今場咧即係今次嘅夜賽咧，我就揀呢個耀嘅天外迎天。嗱，依家嘅獨贏就2倍嘅。咁啊，當然啦，即係啱啱都講過潘頓隻都唔揀，係揀佢咯。咁啊，梗係熱㗎，係咪啊？大家知佢有信心，個檔又好，係咪？臨場咧呢類馬咧走，即係已經係即係練馬師。已經係用盡方法幫佢贏咗之後咧，呢啲冇保留㗎啦。嗱，呢啲早熟馬，我諗今季贏完之後，即係下季都係用多年㗎啦，係咁上下㗎咋啊！咁所以咧，天外迎天，就算2倍都好啦，都係值得大家即係作為重點去留意嘅。嗱，其他馬方面咧就號霸王啦，咁啊今季咧一直都贏唔到嘅，今季就搏嚟搏去都係最多都係位置。咁啊〜其實事實上隻馬佢跑谷草嗱，佢贏就贏田草1000嘅，同埋佢本身咧亦都已經係報咗名跑呢個星期嚟緊嘅星期日嘅田草1000，但係嗰個後備嚟嘅。咁啊換句話講咧，今場嗰個後備幾嚟嘅添啊，仲要即係換句話講，其實補出機會唔大。所以換句話講咧，今場咧即係都係個戰意都唔使懷疑啦。但係當然啦，即係佢就排個外檔就真係比較差啲。咁但係其實隻馬季初跑泥地嘅時候排一個大外檔，其實佢都可以後上跑第2。問題佢個分比起佢季初喺泥地跑第2嗰場都仲要低1分，係咪？其實佢跑嚟跑去，佢根本贏唔到嘅，但係個分只不過係比插班時多少少嘅啫。其實佢嘅情況同天外迎天一樣，評分同樣係相當有利。問題就係號霸王比較難贏，而且排外檔咁解。但係依家有8倍人都係可以留意。咁啊，其他馬咁啊，梗係天寵啦。當然啦，天下寵兒冇咗潘頓，唔代表佢冇戰鬥力嘅。咁啊，相反咧，潘頓揀天外迎天都係好合理嘅，因為嗰隻馬就真係未完全見盡。相反，其實天外呢個另一隻天啊，天下寵兒咧，今個已經跑12場㗎啦。咁上場贏完之後，咁啊上場好似有啲咁多走樣咯，跑得好差又唔係，因為其實佢都係同前仗贏馬時候一樣，全程跟前走第2位㗎啦。但係末段咧就爆唔起跑第3。咁啊，會唔會潘頓因為咁樣而唔揀咧？咁就不得而知啊！咁但係其實天下寵兒今次初配艾兆禮咧，我覺得都唔排除可以跟到一個3甲翻嚟嘅，因為天下寵兒咧佢嗰個檔都唔係差6檔啊。咁但係都係當然啦，如果全場去稱嘅話，我都係稱先耀嘅天外迎天㗎啦，就係咁啦嚇。好啦，咁啊今次日經二維碼咧，我就揀嚟咧第5場耀嘅天外迎天啦，希望大家一齊天外迎天啊！好啦，咁啊下次再見啦，拜拜。